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最近爆发的龙狮事件引起社会各界注目。台南市政府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宣示打击校园龙狮的决心，希望透过多方面的合作，为学生打造安全的学习环境。日前台南发生了校园龙狮的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心。教育局嘛伫1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强调未来面对这种事件，拢是3不1有的处理，不隐匿、不包庇、不拖延，有案稽查，同时也宣传通报的机制。市长吴伟霆表示，面对这种事件，绝对要严格来处理，绝对袂使让人尸搁留伫校园。事件发生在以前，揭露在现在，但是市府的态度就是要去面对，不应该拖延，也不会拖延。那么我们宁可家丑外扬，也不能让色狼，也要让色狼曝光。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一定是严肃处理。对于性平案件、家暴案件，我们也是要求学校端，还有包括这个教育局或是相关的社会局，我们也不会有所隐匿。我觉得这部分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们还是要相关的这个市府同仁，我们会依据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那事情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影响，但是未来台南市政府就是这样的态度，也要跟这个社会大众做一个清楚的说明。在过去发生的事件，缺乏比较完整的一个预防、处理跟处罚，以及后续辅导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希望一方面要积极处理现在已经出来的案件，另一方面就要检讨我们现行的一个管理机制有哪里不完整。接下来我们要设立孩子求助的管道，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设计。我们现在有专线，就是2959023，另外还已经设立了信箱，那个信箱都会在首页。但这个资讯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贴纸，漂亮的贴纸，贴在孩子的联络簿上。那孩子如果万一有这样的事件，他们可以呢知道要向谁来求助。家长如果知悉，也知道他如何来求助，因为联络簿是每一天老师跟家长他都会使用到的一本簿子。记者会中也有侪家长甲教师的协会代表出席关心，希望透过各方的合作，为学生打造安全的环境。近日所发生的像这样的一个校园性平事件，其实身为学校的校长，我们也深感的遗憾跟不舍。对于我们学校，真的是要负起保卫我们每一个孩子的责任，这是身为我们校长绝对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的一个呼吁，让有可能潜在发生的这些人，他就不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态度非常重要。那以现在来讲，我相信后端的教育局、社会局跟警察局这边是后续的执行端，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线的老师，还有第一线的家长。教育局强调，未来若是发生这种事件，要求校方爱伫24小时来通报，同时爱伫3天内召开性平会来主动调查，希望会使共同保护台南学生的安全。但新闻局无以采访报道。为了让弱势的朋友在拄到经济困难的时阵，第一时间就会当得到帮助，南区区公所整合56个民间慈善团体资源，在11号上午正式启动爱心公益平台。日后将会针对因的需求，申请上届适合的社会福利，或者是转介到相关的慈善单位。来自南区各强庙以及各地爱心慈善会等公益团体，总共56个单位，在区长蔡秀琴的号召，上午组织伫南区公所共同成立爱心公益平台，用向前一块一块拼图来打出上届幸福的南区。以后只要乡亲有拄到经济的困难，大家共同伸出援手，整合资源，针对个案的需求，提供上届具体帮助。非常的欢喜吼，这南区这一寡这庙宇甲爱心会吼，来参加这个这尔啊好的这个盛会。啊，咱即摆这个区长吼，伊有这个菩萨的心肠，啊，所以讲吼来结合伫这庙宇爱心会啊来帮助一寡需要帮助的这弱势团体。
这是非常的好。所以讲，伊这边的活动呢，伫咱南区吼造成足大的迄个回响，啊，大家吼拢足欢喜，抱着欢喜心的心情啊来参加这个盛会。拄好这个平台吼，真好，小弟代表淡水古岛的盛会，啊，拄好局长来整合，吼啊，大家迄落技术路的这方面，大家较会整合，啊，较知影倒会搭有需要咱去甲帮助，吼啊，较袂会员的费用，较袂乌白去浪费迄个资源费用安尼。就连这个3个月，南区区长蔡秀琴想到家己细汉的时，家庭拄着难关，共款接受协助的心情，忍不住流下目屎，所以转任南区公所，就马上整下各种爱心资源，针对边缘户等弱势来推动一条龙的社会福利服务，嘛成为台南市各区首创。因为政府对我们的中低收入或者低收入都有一定的资格条件的吻合，但是现在很多社会因为大环境的问题，很多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可是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边缘户。那边缘户他来公所求助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条龙式的服务啦。什么叫一条龙式的？说您到我们的社会科的柜台，那我们会针对你的需求，可能他可以吻合申请各项的社会福利。但是有的他是没有办法吻合申请各项福利，他可能需要的可能就是类似譬如说遇到车祸啦，那他需要有一些医疗救助金，或者他已经过世，他是无力恋葬的，或者说他是遇到经济的风暴，他家里顿时依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今天的爱心媒合平台不达到这个政府的标准，我们就会做到媒合今天所有的爱心慈善会或者庙宇，或者说原来的基金会，他们会有各项的有的。不一样，可能他们找不到要服务的对象，那我们就用这种模式去整合。以外，还有个很重大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这是救急不救穷。公所嘛欢迎更较侪民间团体做伙家己爱心行列，陪伴困难的市民渡过难关。今日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参选人朱立伦来到台南接受电台专访，谈论伊参选总统的理念，而且依着伊在经的专业、甲20党的行政、甲立法的经验，伊有信心会当为台湾打拼经济、甲观光产值。台南的竞赛朱立伦因为参选这届国民党总统初选，10号下午特别回来台南，并且接受地方胜利电台的专访。节目中除了畅谈伊的总统参选的理念，提出家己甲韩国瑜、甲郭台铭的无同，并且强调家己有财经的专业，甲20党的行政、立法经验，有信心会用为台湾来打拼经济。这个经验唔是我个人的，是属于全台湾的。我希望讲继续为台湾打拼，为台湾来服务，这是我的心情，也是感恩的心情。即马当然包括高雄市韩市长啦，包括郭台铭董事长啦，拢有兴趣来参选，当然都无共的声音出来。总是我是希望讲，即礼拜去做民意调查的时阵，咱足侪乡亲会当思考看卖咧。台湾到底需要倒一款的领导者？一位有经验，会当20年伫为台湾打拼，无论做过立法委员、做过行政院副院长，都是行政的立法拢有做过。佫地方会当做16年16党的市长。一个通市即马有225万的人口呢，新北市是超过400万的人口呢，全台湾上大都，两市会当服务620几万的民众。我相信朱立伦一定有经验为台湾来继续打拼。另外，针对总统蔡英文今日出访加勒比海4个邦交国家，并且过境美国，朱立伦嘛表示，台美的关系一直是台湾真重要的伙伴关系。另外，民众嘛真期待两岸关系会用更加稳定。朱立伦除了祝福蔡总统会用出访顺利，嘛希望美中台的关系一定要处得平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要看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天狗日疫情持续增加，现主是已经有8个确诊病例。虽然现在正伫放暑假，不过教育局也召集各校的校长举办防治会议，佮请环保局校长指导，说明校园防治的重点，希望伫休热期间也会当做好天狗日防治工作。最近台南连日来好大雨，加上天狗日的疫情已经出现第8例。所以也互市府相关单位加紧做好防治的工作。其中教育局也特别伫11号下午邀集各校的校长，向因提醒防治天狗日的重要，嘛希望透过校长的带头，带动家长甲学生做好校园甲厝边的防治工作，减少伫学校得到天狗日的机会。校园里面呢，我们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死角，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那么校长、行政人员，甚至学校这些职员，最近也希望能够让厨工。也能够呢回来学校一起来帮忙。总的来讲，那么把校园里面那么变成一个让这个病媒蚊没有办法滋生的一个场地。等一下我们专业的卫生局陈局长应该也会告诉大家，就像蚊子呢，它只要好像是3个礼拜甚至1个月都不再有新的案例啊，我们大概这个某种程度控制，因为蚊子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让它自然的死掉，不再传染别人。那我们把它控制住了，那我想就可以呢减少这个疫情再度这个蔓延这个可能。会中也邀请环保局的人员指导校园常常看到的资讯员甲防疫的事项，同时也强调暑假期间的校园变数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并呼吁市民爱减少资讯员才是上重要的任务，嘛希望全民做好寻道清刷的工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甲状腺结节伫国内相当的普遍，平均4个人都有1位患有结节，其中大约有5%至10%是恶性的。伫过去传统的甲状腺切除拢会留下疤痕，不过现主时透过喙内视镜手术，不但会当做切除，而且阁袂留下疤痕。台南市的病医一名60岁吴女士，因为发现倒病的阿猫菌有肿块。怀疑是甲状腺的病因，经过医师的检查，发现不但倒病的甲状腺有结节，另外正病嘛有钙化的情形。医师怀疑有恶性肿瘤的存在，后来透过进口内视镜甲状腺的微创手术，并且配合神经监控系统，片面上的反核神经。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是说，我们就是让伤口从嘴巴里面做伤口，然后外面完全没有伤口。好，那接着就是甲状腺，即使切除也是从嘴巴里面拖出来，好，那伤口就在嘴巴里面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会搭配所谓的神经刺激器，监测神经的功能啦，这样。那不仅外观就是要美观，好，那神经的功能也可以保存好。那这神经功能就是指讲话，好，因为甲状腺的后面就有一条讲话神经，叫做反喉神经。好，那伤到它可能讲话的声音就会沙哑，甚至会出现像唐老鸭一样的声音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手术中的神经刺激器的监控，就是为了避免不要去伤到神经这样子。医师表示，甲状腺的疾病治疗，内科除了相对应的药物处理，伫个外科传统就是开刀切除。不过过去传统刀就是会留下疤痕，现在透过进口内视镜的微创，不但袂留疤痕，而且佫有神经的监测系统，会用个大幅降低反核神经的损伤几率，互声音收声的几率降到1%左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一款发生伫阿婴仔身躯顶的血管瘤，因为外观看起来是青红色的，所以嘛被叫做草莓型血管瘤。医生提醒爸母唔免上过烦恼，因为大多数拢是良性的，只要量早处理，效果拢真好，卖当避免血管瘤继续扩大。这款上早发生伫婴仔头壳红菌，或者是骹老虎顶、皮肤顶的血管瘤，除了影响美观，更会破开，甚至更恶性，互爸母烦恼家。
地处医生表示，虽然绝多数拢是良性，不过如果患者到2岁也未消退，血管瘤特别家己消失，所以提醒家长为了避免瘤继续扩大，量早治疗，现在已经有真好的效果。桃妹型血管瘤主要是因为它血管畸形造成的，那它主要好发在头颈部，那它增生的时间大概是出生之后2到3周。那未来在2岁的时候，它会慢慢退化。那预期性如果它的退化速度，它会残留一些疤痕啊，或是它的皮肤会萎缩、皱褶，会有产生难看的情况。那另外的话，它如果够大，会造成心脏负荷，会造成这个出血性休克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到门诊去询问这个相关的治疗方法。因为这目前治疗方式都非常的成熟，而且研究很多年。那这一类的治疗对病童本身来讲都非常安全。因为这款瘤的外观是青红色，所以嘛被叫做草莓型血管瘤。医生表示有这么高水的名词，不过毕竟是父母心中的痛，一定要有耐心配合治疗。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过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将准好，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